冇啦，我生命 B B 冇啦。咩你生命 B B， 我馬明 B B 先渣到冇得剩啊！你想係馬明 B B？喂，佢哋兩個差成15年喎，咁都攤得着？且鄭嘉穎同陳海琳都爭成22年，咪一樣攤得着。唔錯啊，大家有留意噃。我理咩啦？上頭咧就正式落咗 order 咧，要我哋正式徹查馬國明同黃心穎係咪真係起埋咗一齊。既然大家都咁有興趣啦，咁就俾啲心機啦。睇一啖，做乜俾心機啊？你睇下，特別出晒啦 ！Come on，仲有得減？你覺得佢哋 Jarvis， 我哋係專業㗎，我哋唔可以人云亦云，所以我已經決定咗要用呢一個嘅精密嘅分析，再利用呢一個星上命理嘅角度去研究呢啲嘅花邊新聞。今次我哋嘅行動代號係列明。嗱，你哋手頭上咧有個 file 噶啦，入邊有齊今次調查目標嘅所有資料。男主角馬國明同埋咧一直視佢為男神嘅黃心穎啊，都係水瓶座。水瓶座係被視為好似外星人咁，中意追求不平凡同埋追求自由。1月23號出世嘅心穎 BB， 咁佢係星期一出世，所以咧佢個人咧就特別有家庭觀念，對愛情又積極主動。但係咧喺呢一方面咧，就同星期3出世嘅馬國明咧就有少少分別啦。馬明對於愛情方面咧就比較上被動啲嘅。照你咁分析，就算好似傳聞中所講係心穎追馬明 B B 都唔係冇可能，仲合情合理添。係啦，馬明唔係唔好，但佢一日到黑天然呆噶喎。嚇，佢咁就係隻樹熊款，陣間悶親我心穎 B B， 你話點算啊？馬明個外表雖然係好似好木獨咁，但係其實佢內心係非常之溫柔，所以我唔擔心咧佢會悶親阿心穎 B B 嘅。之前唔係盛傳話馬國明要喺洪永城手上搶咗 Natalie 嘅咩？點解無啦啦又走咗個黃心穎出嚟㗎？點知啊？既然你咁八卦啦，我就同你分析下咧，思穎 B B 同埋阿馬明 B B 啦。黃思穎5月3號星期日出世嘅金牛座，咁啊金牛座嘅特性咧就係熱情有活力，再加上咧星期日出世嘅佢咧，中意咧將所有嘅開心唔開心都會寫晒喺塊面度。馬明就係一個咧對於愛情係好坦率、太直接嘅人，咁所以佢哋兩個咧就一起埋一齊嘅時候咧就會非常之啱傾，咩都可以攞出嚟講。不過如果你話做情侶嘅話，咁就好多拗撬啦。咁究竟 Natalie 同馬明襯啲啊，定 Tony 襯啲啊？洪永城12月6號星期2出世，人馬座俾人嘅感覺好熱情、好奔放，又追求自由，所以咧就好似一匹野馬咁，想管都管唔住。但係同時間佢又好識得氹人，呢一種人簡直就係名副其實嘅一啖砂糖一啖屎。阿咩登司徒啊？歐陽。哦，sorry 啊。喂，我聽啲人講咧，網民成日都話Natalie係絕世好女友嚟噶嘛。咁喺星座命理嘅角度嚟講，其實咧佢算唔算係啲好就得男朋友嗰隻，即係娶得過啲？金牛座嘅 Natalie 咧，外表俾人感覺咧就好順得人意，好就得人，但係其實實質咧係因為佢個人咧對愛情係好固執、好硬嘅，所以就算咧對男朋友有啲咩不滿都好，佢都寧願係死忍爛忍，都唔會話隨便講分手。忍下，Natalie 會唔會好似個計時炸彈咁隨時爆㗎？之前咪有傳佢同 Tony 冷戰緊嘅，仲話咧如果佢哋今年唔結婚嘅話，隨時變分手個婚喎。咁即係話呢個炸彈隨時會爆。會，其實真係有可能㗎。因為咧星期2出世嘅 Tony 咧喺愛情上面好似成日都唔嗲唔吊，好唔上心咁樣。佢又覺得兩個人最緊要就係開開心心，並唔會去諗啲咩將來㗎。即係除非阿 Natalie 肯喺呢一段感情上面就係採取主動，如果唔係短期內都唔會嫁得出嘅。冇話衰啊！我一直覺得咧 Tony 放唔低黃翠如啊，閉起雙眼你最掛念誰？眼睛張開身邊竟是誰？唉，我都覺得佢唏噓嘅。你係咪睇潮文睇到入晒血啊 ？Tony 都冇話中意過翠如，不過講真，曾幾何時我真係覺得佢哋天生一對嘅。佢哋兩個咧，嗱做朋友就真係一流啦，之但係你話做情人啦，咁就真係唔係好啱啦。嗱，我分析一下先啦。黃翠如10月23號星期5出世。嗱，天秤座嘅佢咧，雖然俾人個感覺咧就好 man， 好男子氣概，之但係咧其實咧佢嘅內心係一個小女人嚟嘅，好中意俾人當係 BB 咁樣錫。Tony 呢一位浪子已經滿足唔到佢啦，
本身咧姊弟戀我就接受唔到噶啦，如果係翠如我都揀蕭正楠啦，話晒薯雪雪都成熟穩重好多啊！你真係講得冇錯，唔分析個薯雪雪都唔知道，原來佢先係終極大筍盤啊！蕭正楠3月23號星期三出世，白羊座。嗱，雖然咧外表咧就木木獨獨啦，但係咧其實內裏非常之溫柔，又好有浪漫嘅情趣㗎。最緊要嘅就係天光幾日出世嘅雪雪雪，佢係充滿住母愛，會係用真心去感受、去愛另一半。比起 Tony 嗰啲花言巧語，更加俘虜到翠如 BB 嘅心啦。今年係雙春兼閏月，9成會結婚啊！唉 ，Erin 好仔到咁，聽完我都有少少中意咗佢。比起我嘅馬明 BB，Erin 聽起上嚟又真係有多一份安全感嘅。不過馬明喺我心目中始終都係 No.1，點解佢揀心會唔揀我㗎？今日個會咧開到呢一度啦。頭先我同大家分析咗咧2位目標人物同埋其他咧有關呢單 case 嘅人嘅背景㗎啦。咁啊，大家俾心機揾多啲資料翻嚟，知冇？知道。知道。 Yes, madam. Goodbye, madam. 搞掂。喂，聽，幾時開班授徒？平時對你唔錯，震我2句。我係嘉賓。